有民众去投诉讲，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景观工程甲24丛的大树仔做掉，护州团体今仔日召开记者会来批评，讲这毋但是损害历史景观，嘛无尊重受难者前辈所种落来的树仔。不过博物馆也表示讲，这错掉的树仔毋是受难者所种的，而且有的已经破病，无法度正常成长。错动的大树规张用吊车吊起来，慢慢放伫土骹。立法委员陈椒华接到民众投诉，讲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进行景观工程的时，竟然甲馆区内底24丛大树错掉，批评这是无尊重受难者前辈所种的这些树仔，嘛损害珍贵的历史景观。说有一些树木，它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病虫害。甚至它在交通的动线上面也没有直接的相关系，它其实是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场域的一个变迁。树木它留下来，它就可以是一个代表，告诉我们以前的变化是什么。不过官方表示，错掉的树仔是因为无健康，已经无法度正常生长，有的因为破病已经受过变抗心啊，那无就是有碍到园区内底的历史建筑，而且毋是受难者前辈所种。最高的原则还是在全园区的保存为最高的原则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进行移植的时候，才进行移除。移除计划之前是在新北市文化局这边已经审查通过，也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建议，目前正在修改。官方表示，目前的工程是要将园区内底的景观根据历史文件恢复成1980年代美丽岛大审时的模样。针对民众的质疑，会全面过点园区的树仔，嘛提报资料，予主管机关审核。记者郭坤长随台北报道。